大家好啊，歡迎收睇談神1分鐘。今日係4月10號，星期五嚇。咁恒生指數咧呢兩日咧已經企翻穩啦，15600嚇。還記得喺較早前我同大家講，喺打仗持續嘅情況之下咧，跌浪係有反彈，但係你一定要收到呢個位啦先至可以講恆指嘅脫險嗱。記住啊，恆指脫險咋唔關科指事㗎，科指咧係有改善，不過仍然係相當明顯嘅弱勢嚇。咁因此，如果大家真係要去佈置翻倉位，去加啲好倉嘅話咧，盡量去留意翻啲強勢嘅傳統股份啦，包括一啲可能鋰電池包括一啲電氣設備長飛光纖等等等升浪回調去到吸引價格嘅時候咧，即管去部署啦。